后来针对破发现金这件代志，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来提案，要求新北市政府把去年所赚的钱提出来发，一个市民发4万6。上尾的结论是，送市政府研究办理，也就是讲，这议案也未通过。那台北市的民进党的议员顶个月就来提案，要求市府破发现金21000块。也毋过台北市财政局回应讲，中央甲地方的税收性质无同，破发现金常常拢是由中央来执行。民进党新北市议会党团将临时会提案，讲每一位市民应该发4万6。我们扣除负债后，整体资产增加1724亿，另外税收超收62亿，及税出未执行预算有94亿，合计的财政盈余有达1880亿。如果中央欠我们的钱，还给我们新北市政府，不要说2万、3万。5万都可以。议长蒋经宏才收2案拢送到市府研究办理。市府强调，议案也未通过，只是破发现金，大家拢讨论到第7次，那新北。六都县市同市议会民进党团嘛发出爱市府破发5,000，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提案，要求破发予市民每一个人5万。搁较早进前，台南市哪立议员嘛提出爱市府甲超收税额提出来破发，予市民每一个人拢当领到现金1,000。不过即马全部拢还阁伫咧提案阶段。那首都台北嘛早就伫咧7月底，民进党团的提案，市府应该比照中央。做好行税给民众，破发2万亿。中央已经在眼里还税于民怎么发放了，那台北市政府你的2.1万应该也要还税于民。请蒋万安市政府不要只会说，应该要心口合一。民进党的议员提案说要补发现金，那也还在联署的阶段。连1读都还没有通过，现在去谈要不要发放还太早。民进党应该先把欠给台北市民的一般性补助款还给地方，再来要求地方政府补发现金嘛。对这件代志，北市财政局回应，中央和地方税收性质无同款，破发现金的案例由中央执行，敢会针对破发现金的卡步也唔知影。不过基地已经伫咧全台湾下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